即卖真流行的叶布红仔鸡店，有民众用干扰电眼的方式来处理机台内底物件，这个成功率是高达90%。业者是起价告民众诈欺，但是检察官认为消费者有落钱，干扰电眼是一种操作的技巧，无算违法，所以无来起诉。业者是真怨气哦，讲这个货出去钱无入来，害伊每个月损失5000块，只好收大关门咯。录音角啊，民众伫操作布红仔机，即马有出现敢若不法出没的纠纷。原来有民众伫这个鸟啊掠商品的时，成为害来害去。等这个商品害到空口顶面，就手伸入去摕干扰电眼。这个机器因为电眼设定的，就会将这个鸟放开，物件就会落落来，直接摕走，而且成功率有90%。有民众用这款的方法，一摆掠3仙红啊，价值千几块，业者起一个去甲告。不过检察官认为讲，消费者有落钱，而且用这款的方式，只是可以业掉的商品提早落落来，算是操作的技巧，最后不起诉处分。我觉得这应该算是有点窃盗了，在还没有调出来之前，他的东西其实应该都是属于垃圾牌主的，对，但他其实是用非法方式去取得这个东西啦。所谓的技巧也有分合法跟非法的。进前就人无落钱，用吸照将物件吸走，也是钻入内底偷摕物件，明显就违反。不过法界人士认为讲，若落钱却是干扰电眼，这是游走法律普适的地带。除非这个台主明确写讲，袂使干扰电眼，袂使害这个机台等等规则，要若无物件出去钱无多入来，这个台主一个月损失5000几块，若安尼落去，恐惊就要关门大吉啦。